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嚟介紹深圳灣口岸站嘅車站指南。今日上集介紹人才公園，今一集就嚟介紹深圳地鐵13號線一期南段最嬲尾個站啦，就深圳灣口岸站嘅。咁啊，就左邊呢份就2024年12月啦，右邊呢份就2025年12月嘅。咁啊，就嗰條 logo 搬咗上去啦，然之後個車站名咧就深圳灣口搬翻左邊嘅，然之後條底線改翻啦。好，咁啊呢度插播一下啦。咁啊，2025年12月8號通車之後咧，就有呢個深圳地鐵有呢個開張活動，咁啊派呢個明信片啦。咁啊其中一個站咧就深圳灣口岸站嘅，然之後有深圳灣口岸嘅個月台影個站牌個名啦。咁喺右手邊呢個圖案嘅，咁啊就後面可以用嚟吸引張啦。然之後打開第一版咧就有呢個線路介紹啦同價格表嘅，咁呢啲我就唔詳細講啦，有興趣大家自己停低睇睇啦。然之後就睇下嗰個路線圖啦，咁路線圖一樣啦，咁我講咗7次啦，咁我唔沉氣佢再講啦，就係個八王廣德站轉翻做八王啦，雖然咁講啦，最後都講咗嘅。然之後就超除翻啲站點嘅，即係啲開通咗嘅站點嘅。然之後就直接睇呢個街道圖啦。咁啊，街道圖咧就變化不大嘅。然之後喺呢個地標方面咧，就加翻呢個商鋪啦，就係呢個瑞幸咖啡嘅。然之後嗰個汽車呢個站呢邊咧，就第一個站咧嗰度就加翻呢個呢個巴士專線啦。然之後就呢個深圳灣口岸公交首末站咧就改咗好多啦，大家有興趣自己睇下啦。然之後一出嘅時候冇改到嘅。然後就睇一個位置圖啦。位置圖咧就唔知點解呢個好特別嘅，後面好似有個成個投影落去個陰影上面啦，所以好似個月台有啲怪怪地嘅。好，然之後呢邊咧就係嘅話，深圳灣口岸係呢個深圳地鐵13號線尾站啦，所以得一 B 方向嘅，就係往上屋改咗上屋啦，以前叫高新中啦。咁之後就會落去多角頭嗰邊嘅。咁呢個就再遲啲嘅事啦。然後呢度咧嗰個ABC 出口嗰邊咧就加翻條扶手電梯上去啦。咁唔知點解以前冇咗嘅。然之後就係加翻個AD 機啦，同埋啲逃生出口同埋緊急聯絡電話嗰個位置嘅 logo 嘅。好，然之後就睇下呢個車站資訊啦。咁啊，呢個就係2024年12月啦，咁呢個就係2025年12月嘅。咁開站時間就冇變啦，一樣6時20分嘅。咁關站時間咧就係延遲咗25分鐘嘅。然之後往高新中方向嘅首班車同尾班車咧，同呢個而家往上屋方向嘅首班車尾班車一樣嘅。然之後呢邊終點站啦，所以另外一邊方向係冇嘅。好啦，所以今一集嚟介紹呢個深圳灣口岸站嘅車站指南咧，就到此完畢啦。咁我哋就已經介紹晒呢個深圳地鐵13號線嘅車站指南啦。咁我哋之後可能4月咧就會介紹埋嗰啲深圳地鐵4號線嗰邊更新版嘅車站指南嘅。咁我哋之後再見啦，拜拜。